隨着北區都市快速的發展，人口成長帶動各項公共服務的需求，和原有的辦公空間已經無夠來使用，因此市府甲中央投入3億5千多萬，在個亭仔寮中華區興建新的區政大樓，上午舉行落成啟用。這個北區區政大樓總共要花3億6千萬，那其中中央補助9千萬，那地方要自籌2億6千多萬，所以說可以說，第一個花費不少，第二個大多數是地方的錢，第三個事實上對於北區新的處所這個地方有非常大的幫忙，因此呢。提供政府的服務品質跟效能，提供更多的活動的空間，提供我們結合北區區政大樓，也結合了戶政跟地政，尤其是結合了地政，民眾可以在這邊滿足戶政、地政跟區政的一站式服務，那可以讓民眾的洽公更方便，減少這個舟車勞頓，減少彼此之間的這個坦白講，更多的行政的流程。因此呢，我們非常歡迎各位好朋友能夠來北區新的區政大樓走走逛逛看看，來接受奉茶，那也能夠來這邊洽公。現場出席的貴賓包括市長黃偉哲、內政部商務處長吳唐安，以及立委陳廷輝、里長區里里等多位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。地方里長攏共同出席，用歡喜的心來迎接新區政大樓的啟用。各個公所的行政大樓就是我們地方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。它也是我們所有一般的市民他的一個洽公的一個重要據點，包括民政、戶政。我剛看到這個新的行政大樓，還有包括托嬰中心，這個完全是符合我們對未來的一個規劃。現場在地文化國小的管弦樂團、甲着人獅團熱烈的表演，為活動來揭開序幕。北區的新區政大樓是地下1層、地上4層的建築，外觀明亮的設計，呈現親民的公共形象，並且融入區公所、戶政甲着社會的功能，提供一站式的整合服務。未來將成為北區一個重要的公共建設新地標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